位伫台南市后火车站这间5星级的饭店，9月份推出马来西亚美食节，邀请2位吉隆坡香格里拉星级主厨来客座料理，推出超过20道的南洋料理，有登上世界美食榜单的全国第一美食人当牛肉、17鹅肉世界最佳的早顿椰浆饭。以及马来西亚的街头料理，加着家常菜顶。我们会在这个餐厅推出期间限定的马来西亚美食节。那这次我们很荣幸的邀请到我们姐妹饭店的2位客座主厨，从吉隆坡香格里拉饭店，那带来非常经典的国际榜单推荐的料理哦，以及他们在地非常有特色的小吃以及家常的一个佳肴。那他们这次总共带来超过20多道的料理，每天会在我们的远东咖啡厅午餐及晚餐期间轮番供应。那我们在南部的饕客10家，在这段期间都能够吃到原汁原味的马来西亚的料理。那包含很著名的人当牛肉，那还有许多的凉惹，还有所谓的拉萨，这些经典必吃的，就在这段期间在10楼远东咖啡厅期间限定。2位客座的主厨沙贝里，专精正统的马来料理，当年负责马来西亚的方式，甲着重要的国宴设计，甲着主食。而副主厨阿里，则拥有14档的厨艺经验，而且曾经得到2019年世界厨艺锦标赛的金牌。2位嘛伫现场示范料理马来西亚的炒面，甲着凉拌的系列。Festival and eat with our family. Yeah, like the Malaysian festival like that. 基本上这个菜是很家常也会炒，但庆典会特别用，当然就特别用这个海鲜的不一样的价位的海鲜啊，看可以抓什么程度。神秘如这样子啊，有黑酱油、蚝油等等的酱油，然后就可以上台了。这20多道对街头的小吃，到登上世界美食榜单的经典佳肴，到马来西亚家庭餐桌的温暖滋味，有沙爹串、咖喱拉沙丁。对今日起到9月21日，将伫该饭店的10楼自助餐轮番来上桌，欢迎介意南洋美食的民众，千万袂用来错过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